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一个50岁姓颜的小队长，5当前伫北投分局时，涉嫌调民众的个人资料提供予修理车的朋友，检方搜查了后，约谈小队长等3个人。不过详细是为着什么目的，或者是偏头，拢该调查。 大庭警察讲入去，远近强势压制。伊是中正一分局清查队姓颜的小队长，已经做警察30多年，捌得到模范警察。这个互人发现，伊涉嫌乱用职权涉入国防以外机密。严姓小队长个人疑似涉及不法等情进行查处。针对远警违法违纪事件，一定从严查办，以为警察形象。 姓颜的小队长，为2018年开始，也伫北投分局的时阵，都涉嫌真侪改查询民众的个资，涉入互修车厂的朋友，好亲像做不法的代志。检廉车拉发动搜查，约谈关警甲修车厂的业者等3人，要来查清楚偷查个资的目的，也甲是毋是有对价的关系这疑点。不过专案的笔空，都是检方伫侦办另外一件刑案，伫相关个资看到伊的名，早意外查到这个案外案。 所长真的有跟蓝道联络吗？根据不是有问题，亲像台版的干部罪案，都有关警做内鬼，涉嫌协助诈骗集团查个资，照贪污罪起诉。也有20外个员警涉嫌甲台湾业者交结，软道安老芳协助开假红单，互人依照道理等罪起诉。只要发生重大风纪案，警界高层拢会讲整顿警纪的决心。不过，这种案件也是一再发生。 我觉得应该要加紧脚步，甚至就是说，把一些也许不管是督察也好，政风也罢，把一些具体的方式可以呈现出来，比现在的现行的登录的方式，可能要做一些更加严的措施啊。要改善违法的乱象，除了靠政令宣导，对当事行为加注意以外，学者嘛指出，相关监管的查核拢都要加强，卖互整顿警纪变靠好，一再影响警界形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